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第24章顶台的条例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带纯的橄榄油来交予你，通点到会幕内的灯，予灯不时点地。对延到早起，阿伦着伫上主的面前，将会幕内面约柜前的帐里外的灯点互倒。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阿伦着伫上主的面前，常常照顾管理纯金灯台顶面的灯火、献祭的饼的条例。你着用玉米粉烘12块饼，达地2公斤。着将饼摆做2纸，每纸6块，摆伫上主面前纯金的桌顶面。搁着用纯的乳香掺伫逐纸饼的顶面，代表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礼物。逐个安息日，阿伦着将这个饼摆伫上主的面前，毋通让沾。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着守的约。这个饼着归予阿伦甲伊的子孙，因着伫会幕的埕食，因为这是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中间至圣的部分，做祭司永远得到的份额。公正的判例，有一个人，伊的老爸是埃及人，老母是以色列人，是但支族底霹利的查某囝示罗密。有一日，伊伫营内甲一个以色列人冤家，说倒过咒诅上主的名。有人甲伊带去摩西遐，因甲伊关起来，听候上主指示。上主对摩西讲：着将迄个人带去营外，互听到伊咒诅的人按手伫伊的头壳顶，见证伊有罪。全会众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你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老人咒诅上帝，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老人亵渎上主的名，无论是在地人还是外族人，一定着予伊死。全会众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老人拍死人，一定着予伊死。若拍死精生，着赔精生，用命赔命。老人伤害同胞，伊安怎甲人伤害，嘛着安尼对待伊。用伤赔伤，用目睭赔目睭，用喙齿赔喙齿。伊安怎甲人伤害，就安尼办伊。拍死精生的，着赔精生；拍死人的，一定着予伊死。无论是外族人还是在地人，拢着照同款的法律处理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摩西就甲以色列人讲，因就将迄个咒诅上主的人带去营外，用石头甲伊钉死。以色列人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去做。